台湾市在地人在地前来看台南玉井望明社区，利用社区环保回收的塑胶干啊、树管啦是树林等等物件，做成真趣味搁好耍一寡佚佗物啊、甲片啊，互社区阿公阿嬷会使来这活动中心拿耍拿活化头脑。 台南玉井望明社区利用社区回收的塑胶干仔、树管、树林等等的物件，变做趣味的发射器，搁有鸟啊叫声的片仔来增加社区民众做环保的意愿。 只要带几个保特瓶来，我们就会帮他做一个玩具给他。这是利用各式各样的饮料瓶哈，然后做的保特瓶发射器。社区伫活动中心搁采一个大型的气球，互社区的阿公阿嬷，只要来到活动中心，就会使拿耍拿增加目睭和双手的协调能力。可以训练他的专注力，他必须瞄准目标。对，所以它是一个透过环保回收，然后制作一个非常有趣的玩具。 社区希望开发各种学习的机会，来增加社区老人生活的趣味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